戴上我送给你的镯子，你就是我的妻子了。说什么呢？花姨和马少飞都告诉我了，姐姐为了救我要嫁给那个大坏蛋，我不让。任月，听姐姐话。我不听，我不要你救我，姐姐。你放开姐姐，放开！你放开！别再缠着我了。姐姐，你说过最疼我了，可是你现在要嫁给那个大坏蛋，你是不是不要我了呀？不许再哭。是。你不听话又爱吵，姐姐讨厌你，我再也不认你这个弟弟，再也不对你好了。姐姐，我不相信你的话，你别不要我好不好？如果你还认我这个姐姐，你就记住姐姐说的话。从今以后，你再也不许哭，像个男子汉一样，学会懂事，别再让姐姐为你担心。那姐姐，我不哭了。我乖乖的听姐姐话，可我不想让姐姐为我担心。潘汝贞这个狗贼，我非杀了他不可！哎，给我站住！你做事再这么冒冒失失，没有一点分寸的话，那冬晴的牺牲不都白费了？可是我不能看着火坑让冬晴姑娘去跳啊！够了，冬晴她已经够委屈的了，你还说这些无济于事的话干什么呀？任月，你记住，你屁股上的官银烙痕，关系着很多人的性命安全。如果它落在了坏人的手里，那天下的老百姓就再也没有太平的日子了。所以你一定要完成你爷爷的遗愿，把它安全的交给袁大将军，明白吗？我明白。可是姐姐，记住我说的话。华姨、马少飞，你们赶紧想办法把人员带走。我想一个人静一静。来，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姐姐，走啊！姐姐。行了，我的小祖宗，我求求你了，好不好？别哭，别闹了！大坏蛋，我必须得闹！哎，小少爷，哭累了，喝口水。你干什么？我不要！哎，小少爷别这样好不好？那你得答应我，让姐姐不嫁人，要不然我就一直哭。你看你，冬晴姑娘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她决定的事谁说也没有用，你这不难为我吗？要是你没用。哎呀，不是马上飞没用。连我都说不动冬晴了，更别提马上飞了。要是英雄哥哥在就好了。如果英雄哥哥在的话，他肯定会帮我的。对呀，哎，这我怎么没想到啊？对，什么对？想什么想啊？那个鸟人和我们是仇人，他能帮我们这种忙吗？哎，这可说不定啊。人家冬晴告诉过我，他跟那鸟人有过婚约的。啊？真的？那以后应该叫英雄哥哥姐夫，还是应该叫姐姐英雄嫂嫂啊？哎，这八字没一撇的事儿，你个小破孩跟着瞎激动什么呀？有你什么事儿啊？哎，他们两个真有过婚约呀？这么大的事我怎么不知道？人家的事关你什么事？哎，你们想想，哪个男人他不爱面子啊？我就不爱面子。你不是男人。要是叶红影知道他未过门的妻子就要让人给霸占了，那他怎么能咽得下这口气呢？我明白了，花姨是想借英雄哥哥来对付那个大坏蛋，不让那个大坏蛋跟姐姐成亲，对吧？聪明。什么聪明？简直就是笨！
他们都是官府的人，这种闲事他们能管吗？哎，什么叫闲事？这可是大事。而且那个潘汝贞，她告诉我，她跟叶红影的关系是水火不容。要是叶红影知道要拜上他未过门妻子的人就是潘汝贞的话，那她肯定是咽不下这口气的。太好了，那姐姐就不用嫁给那个大坏蛋了。哎，瞎高兴什么呀？没一撇的事儿呢。再说那个鸟人叶红影在哪儿，咱们都不知道。哎，咱们是不知道叶红影人在哪里，但是有一个人，他也许会知道。谁呀？你娘子。哎，进来进来，这儿这儿。相公，哎呀，相公！呀！说正事儿。你快告诉我们，英雄哥哥在哪儿？英雄哥哥？哪个英雄哥哥？我又不认识，我怎么知道他在哪儿啊？就是你之前说的，很可能被你爹扶走的那个人。嗨，你早说呀！我师公吧？哎呀，管他是师公还是师婆，你赶快告诉我哪里可以找到你爹。那你们到底是要找我爹呢，还是要找我师公啊？你们找我爹干嘛呀？再说了，你们不是说了吗？我爹他是个废物，找着他也没用啊。就算你们找着他了，他跟你们说了，可说的不一定就是你们想要听的呀。就算是你们想要听的，可不一定那就是事实啊。就算那是事实，他说的你们能信吗？就算你们相信了，你哪儿那么多废话呀？王胜飞，王胜飞，你别急，你快告诉我们，你爹到底在哪儿？我爹，他没钱上这儿鬼混，肯定在家呢。你家在哪儿？相公，哎呀，相公，你要上我家提亲啊？哎呀，用力！哎，往下！哎呀，你们不要那么多废话了，赶快告诉我去你家的路怎么走。相公，去我们家的路你别忘了啊！出门往南3个路口，然后左转，你会看到一个招牌，上面写着黑风堂，那就是我家了。相公，如果你要去我家的话，你别忘了带上彩礼哦，我爹他最喜欢这个了。黑风堂，快走！哎，相公，哎呦，我怎么动不了了？哎，动不了了。再给你个大甜枣。呀哈，又不动了。太好了。哟。爱腻。相公，你别不管我呀！哎，你娘子刚才说去她家的路，你记清楚了？我记不太清楚，乱七八糟的，但是我能找到。你什么意思啊？哎，我跟你讲清楚啊，她不是我娘子，她比我娘都厉害，我烦死了。哎呀，不管是不是了，外面那么多官兵把守着，我们出不去。找叶红影的事啊，这回就全靠你了。靠我？你们出不去，我也出不去啊。哎，你不一样，你不是会飞吗？飞我是能飞一点，但是我非得有个条件，必须得实在是没辙了，我才能有这种飞翔的感觉。这个我们都知道，人月说他已经把办法都想好了。哎呀，华姨，他还是个孩子，说话永远不靠谱。他干啥呢？你自己看喽。小少爷，干什么呢？少爷。哎，小孩子玩火很危险的，你要干什么啊？看这是什么？火钳子。干什么用？烫你屁股。哎，是哪里过的？别烫我的！飞起来了！这办法不错啊。好高啊！能不能找到叶红影，就看你的了。好，等着我！能不能救得了冬晴，找到叶红影，就是最后的希望。这回可千万不要出什么事。
救命啊！我下不去了！哎！哎呀！躲开！哟，天上掉下这么大块肉啊！这够肥的呀！哎，这人嘴怎么长上边啊？嘿，你倒着，你嘴还不老实！哎呦，哎呀，干什么你啊？哎呦本来前面痛了，现在后边也疼了。这回你嘴长上边了。呸！上我这干嘛来了？带见面礼了吗？我不找你，我找那鸟人。哎呀，鸟人，我来找你。找我？你我好像没什么交情。是没什么交情，不要不是看你快戴绿帽子了，我才懒得理你呢。嘿，你敢辱骂我师傅？我看你这分明是茅房里点灯。这不是成语吧？当然是，你找死！我说的是真的，他的娘子快被别人霸占了，娘子，他马上要戴绿帽子了。哎呦，我师傅又有娘子！哎呀，师傅，你有娘子啊？他娘子不就是我师母吗？哎呀，真是！哎，师傅，我跟你说这个事儿吧，你就闭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你说清楚。姓潘的那狗贼，逼着冬晴姑娘跟他进洞房。什么？我师娘，你不熟，就是花姨。她告诉我说，你跟冬晴从小就定了亲，现在那个狗贼要霸占她。你说你是不是要快戴绿帽子了？冬晴现在在什么地方？在醉月楼，被官兵包围着。进也进不去，出也出不来。哎呀，哎，就这么走了？师傅，晚上带师娘回来吃晚饭啊？靠边！爷，花姨，马上飞怎么还不回来呀？快了啊，别着急啊。这马上飞啊，他可千万别飞过头啊。你说马上飞能找到英雄哥哥吗？这放心吧，他一定可以的。花姨，我知道你是在安慰我，但是如果马上飞真找不到英雄哥哥的话，那我姐姐真得嫁给那个大坏蛋了。我现在担心的不只是冬晴，这眼看着1个时辰就要过去了，我现在更担心的是花姨，怎么回事啊？花姨，姓潘的那个狗贼开始抓人了。赶紧带人员藏起来啊！是，花姨，小少爷，快走，快走，快！我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放开我！走，是的，快走！潘汝珍，带起来！花姨，救命啊！花姨，兰兰，潘汝珍，放开他！给我识相点！你，我告诉你，花姨，时辰可是到了，我说过的话会兑现的。来人，在，把这个女子拖出去杀了。是。兰兰，杨冬晴呢？救我啊！花姨，杨冬晴，姓潘的，兰兰。姓潘的，兰兰跟你有何冤仇？你为什么要杀她？兰兰与我无冤无仇。那是为什么？哼，为什么？因为你。难道花姨没有告诉你吗？我在我的房间里等你，只要你不来，每隔1个时辰我就会杀掉1个人，直到你心甘情愿地从了我。潘汝珍，你，花姨，为什么不告诉我？我不告诉你，是因为我想找到周旋的机会，让你可以回到他的要求。啊，你们没有这个机会了。你们都看到了，本府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所以不想让人在你们的面前继续打架。该怎么着，你们自己应该心里清楚啊。等等，还有什么见交？我答应你，马上到你房里去找你。冬晴呀，此话当真？我杨冬晴说话，绝不食言。不过，我有个条件，你必须答应我。你说吧。我要你马上把包围在醉月楼的兵全部撤走。这，若是不答应，你将得到的也只是我的一具尸体。
好，本府答应你，但这是我最后的让步。我把丑话说在前边，你要再耍什么花招，到时候让你知道什么是后悔。冬晴啊，我不能让你再受这委屈。华姨，帮我看看包围的官兵是不是真的撤走了。我不想再让醉月楼任何一个人为我而流血。走，跟上！大人，醉月楼这群反贼狡猾多诈，你将包围的官兵撤走，万一他们趁机把顾县城的孙子也一起带走的话，那我们之前精心的部署，岂不都白费了吗？哼！锦衣卫纵横天下，我乃锦衣卫的指挥使，区区几个反贼还能讨得了我的手掌心吗？不要忘了，9000岁最想得到的是顾县城的官印图文。你把顾县城的孙子给我看紧了，一有机会你就把他拿到巡抚衙门，不得有误。遵命。官兵都撤了吗？也是我该履行承诺的时候了。姐姐，华姨不都说了吗？包围醉月楼的官兵都走了，你不用嫁给大坏蛋了。你要保护我一起去辽东找袁将军。人渊，姐姐以后再也保护不了你了。你是男子汉，要勇敢，要学会照顾自己，知道吗？可是我舍不得姐姐。姐姐也舍不得人渊。可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记住姐姐说的话，你以后不许再哭，要学会懂事。你身上的责任重大，绝不能因为一点小事让你爷爷和那些为了保护你而失去宝贵性命的义士们白白牺牲。你明白吗？我明白。可是，记住我说的话，人渊，姐姐想让你笑着。姐姐，你看我笑了。冬晴，我实在是舍不得。难道你就这么甘心，这么认命了吗？命该如此，我不认命，还能怎么样呢？刚才你应该已经看出来了，就算我以死相逼，换来的也是姓潘那狗贼的缓兵之计。他真正的目的是人渊，一旦他的目的达成了，他一定会血洗醉月楼，而我也只不过是这次血案的一个添头。可如果我这个添头能给大家带来逃生的机会，我就值了。华姨，不要让我的付出白费，尽快想办法带人渊离开无锡城，离得越远，就越多一份安全。我会尽量拖住时间，但是能拖多久，我不敢保证。你说，你不知道你能拖多久？我明白了，你为了保住清白，不惜和那狗贼玉石俱焚，对不对？华姨，你就别再逼问我了。冬晴，我太了解你了。既然你了解我，你就知道我是不会改变主意的。冬晴啊，照我的话去做，照顾好人渊。冬青姐，冬青姐，艾弟，冬青姐，她吵着非要来不可。冬青姐，你的事情他们都跟我说了，咱们姐妹一场，你听我的，别那么傻，你要向我学，勇敢追求自己的真爱，一定要嫁给一个你爱的人呀。谢谢你，艾弟。可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像你一样有自己的选择。我衷心祝福你。
哎呀，冬青姐，你别走呀！冬青，你那位朋友已经告诉我了，你该不会已经答应潘如真了吧？你明知道我会这么做，你又何必再明知故问呢？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我当然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一直以来，我认为你是最了解我的人，你知道我所做的一切。你既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你就更不能。不能？为什么不能？因为为了你，为了从小和我青梅竹马、指腹为婚的你，还是为了和我有着不共戴天、血海深仇、杀父仇人的你？你就算不为了谁，也该为你自己吧。我为的就是我自己。我不甘沦落风尘，我想攀龙附凤，我想做一只飞上枝头的凤凰，我想风风光光做一个巡抚大人的夫人。我有什么错？我没错。我不相信这是真的，你说的是气话、反话。不，我说的全部都是真心话。我弟一生为官清廉，可是他最后惨遭杀害，冤死。而我一个人孤零无依，如今我想找个归宿，找个依靠，我有什么错？不，你并不孤独。我答应过杨伯伯要照顾你，我会照顾你的。不，站在我面前的是叶千胡叶大人，不再是我的红影哥哥。我知道你对我不谅解，但是因为你爹想一想，他就你这么一个女儿，若是他泉下有知，知道你如此不珍惜自己，他能含笑九泉吗？那你呢？你又珍惜过自己吗？你是我爹的授业门生，曾是他的未婚女婿，他对你视如己出。如果让他知道你现在是为祸人间、残杀忠良的魔头，他能含笑九泉吗？为什么把我说得如此不堪？你一向都是最了解我的人。现在不是。一切都已经变了，真的变了。我们之间变得好陌生。我没有变，不管一切怎么变，我对你始终没变，跟从前一样。没变。我们之间就像这只已经断了的玉镯，虽然将它重新镶合，但是它还能回到原来的样子吗？当然不能。这道裂痕永远没有办法消失，我们之间也永远没有什么话好说。我要先走了，不能让潘大人久等。我最后再说一次，留下来。我也最后再说一次，放手。跳火坑了，你也不去救他，你算是个男人吗你？英雄哥哥，你快去把姐姐找回来吧，英雄哥哥！哎，冬青姑娘，谢谢你，马上飞。啊，英雄哥哥，你为什么不留住姐姐呀？我求你快去把姐姐找回来吧！我求求你了！好了，别求他了，像他这种冷血无情的人，求了也是白求。鸟人，你没拦住冬青姑娘啊？那你飞那么快干什么呀？他想留，不用我求；不想留，谁求也没有用。还挺拽，你不去救他，我去。哇，又到了我放风的时间了。哎，
哎，相公，你干嘛去啊？等等我！哎，你们一个傻一个蠢，怎么救人呢？去送死啊！哟，你终于来了，杨姑娘。不对，是娘子。你让我左盼右等，右等左盼，终于还是把你盼来了。你要干什么？相公，哎呀，干什么你？差点把我推进去！不行，我得进去。干嘛？想去东姐姐，必须动脑子。哎呀，不行，你站前面，待会儿你再推我受不了。哎，你这，请你尊重一点。尊重？哎，我在这儿等你这么长时间，你让我把官兵撤走，我就撤走了，我还不尊重你？哎，你还要什么样的尊重啊？啊？哦，我知道了，你对我这么冷冰冰的，是因为叶红影，对吧？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哎，娘子，咱们是一家人，就别说两家话。你和叶红影是老相好，这事儿你该不会否认吧？我没有必要否认，他的确是我童年的旧识。你们俩不是童年旧识这么简单，你还是他定了亲、未过门的妻子。这事儿花姨不会欺骗我吧？既然你这么介意我和他过去的关系，好，那我现在就走。哎，我怎么会介意呢？只是我搞不清楚，像他那么一个软弱无能的人，为什么会让你如此死心塌地的念念不忘呢？他是什么样的人，我比你清楚。未必吧。我告诉你一件事情，让你知道真正的叶红影。当初你爹挨不过大刑，苦苦哀求他一刀了断，可他这个女婿居然不愿意下手啊！看着他的岳父饱受酷刑折磨而死，啊，你说，像这种人他可不可恨？难道还值得你念念不忘吗？那你告诉我，谁才是真正杀害我爹的凶手？真正的凶手，我一定会告诉你。娘子啊，今天是咱们俩大喜的日子，总不要影响了我们的良辰美景吧？呀，你又给我摆架势是吧？哼，本府原来要好生的温柔待你，没想到你是给脸不要脸啊！哼，那就休怪本府翻脸无情喽！主人，你要干什么？稳住！你刚才说我动脑子。不行，不行，住手！你给我坏了我的好事，你找死！你住手！你什么意思啊？你口口声声说尊重我，如果你真的尊重我的话，那么你就再答应我一件事情。只要你答应了，我保证不再反抗，全听你的。你又想耍什么花招啊？反正我已经逃不出你的手掌心了。这样的话，你连一件事情都不肯答应，你就别再跟我说什么尊重了。哼，这女的性情刚烈，要是不答应她，只怕我还没得手，她便自杀而亡了，那岂不太可惜了？你到底答应还是不答应？你说吧，究竟还有什么要求？艾迪，你先出去，帮我准备一堆白蜡烛。哼，任远，你再这样我要生气了，拦住他！你往哪儿跑啊？哎呀，你放开我！我不跟你们离开醉月楼，
我要去找姐姐，你放开！我讨厌你们！你们不救姐姐！你给我听好了，你要再这样不懂事的话，你冬青姐姐就白白送命了。莺莺燕燕，带着她从迷岛先走，快！是。哎，这臭小子还真咬！杨伯伯，我没能履行承诺，照顾好冬青。你中的是昏君的朝廷，报效的是奸贼的义父。想成为一把锋利的宝剑，就不能随意动情，包括亲情、爱情。为了从小和我青梅竹马、指腹为婚的你，还是为了和我有着不共戴天、血海深仇、杀父仇人的你？究竟我是忠孝两全，还是一个为祸人间的魔头？人愿，我讨厌你们，我不跟你们走。人愿，你不想跟他们走，那你就跟我走。站住！人愿，追！救命啊！放开我！你这个坏蛋要抓我去哪儿？是那个孩子。你究竟要让我等到什么时候啊？今天是咱们俩大喜的日子，你不点红蜡烛也就不说了，你让他们去拿白蜡烛，你什么意思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我想在今天祭拜一下我爹，告知他我将委身于你。难道这有什么错吗？你好，我等。那好，我就答应你。反正等到现在了，也不差这一时半刻的。我等行了吧？哪有啊？这临时临刻的到哪儿去找白蜡烛啊？相公，啊？我到今天才知道你的名字叫马上飞。哎呀，这个名字真好听，真别致。拜托，别肉麻了，行不行啊？赶紧找出白蜡烛，救出冬青姑娘。要是去晚了，指不定那个恶人对冬青姑娘干出什么坏事来呢。那个恶人是挺可怕的，刚才我差点就被他抓住了。啊？不过相公，你放心，如果他真的要对我怎么样的话，我会告诉他。自从被相公下药迷晕，不打不相识以后，我就只是我相公的人了。他要想对我做什么，哼，没门儿！哎，你刚才最后一句说什么？我刚才说了那么多句，我哪知道你说的哪一句啊？最后一句。最后一句，没门儿！往前。我就只是我相公的人了。哎呀，再往前。自从被我相公下药迷晕，对，就是这句，下药迷晕，下药迷晕，嘿，真是太好了，太棒了！怎么了，相公？哎，你想到点子啦？不是我想的点子，是你刚才说那话。虽然说卑鄙了点儿，但是可以救出冬青姑娘。什么办法？跑不掉的。我就觉得奇怪了，如果中了毒镖的识破天使内奸的话，那会是谁去官府告的密，让潘汝贞知道了我和冬晴的真实身份，还有人愿就藏在醉月楼的事情。我现在终于明白，你才是真正的内奸。哼，你知道的太晚了。
把我伤口周围的肉都给挖了，快！花姨，哎呀，燕燕你来，快点！不想让我死就快一点啊！放开我！叶红影，救命啊，英雄哥哥，救我呀！是你出卖了12名兄弟和醉月楼的人。既然你都知道了，那你就应该明白，我们是同路人。错，我们不可能是同路人，因为我绝对不会出卖任何人。随你怎么说，我现在要带着这个反贼余孽到衙门去归案，请您让开。人我会帮你送到衙门，但你必须得死。你敢？你别忘了，你也是13铁骑之一，而且因为你，让我愧对了一个在我心中极其重要的人，因此于公于私，我都不能放过你。那你就放马过来。是我的保命符，我凭什么放了他？我夺命罗刹从来都是夺别人的性命，还没有人能杀得了我，就连你叶红影也不例外。你永远是我的手下败将。哈哈哈哈哈！休想从我的手中逃走，今日你必死无疑。哼，大不了就让这孩子陪我一起死。你一向自视清高，我就不信你狠下这个心。懦夫！就因为你这个妇人之仁，注定你永远办不成大事。哼，所以你也永远是个失败者。哼，现在我就要让你眼睁睁地看着我从你眼前走掉，我看你能把我怎么样？哈哈哈哈哈！啊！谢谢。不要谢我。为什么？你救了我，我当然要谢你了。你错了，我不是救你。花姨，你看，岳新川，原来是他。是他抱走了人月，可他死了，怎么没看见人月啊？赶紧分头去找。是。你刚才亲口答应我的事，该不会出尔反尔、言而无信吧？是你出尔反尔，还是我言而无信啊？啊！我跟你说，我现在知道了，你这么再三推辞，你是有意要让本府难堪啊！啊！哼，那行，今天说什么我也不听了。你，大人，你要的白蜡烛已经准备好了。你又是谁呀？大人，你居然连我都不认识，我太有名了。我就是名震9省、花街柳巷、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醉意楼里最富传奇色彩的龟奴马尚飞。你来干什么呢？我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香烛白蜡，马上就让他祭拜他的父亲。你稍等片刻。我还要等啊！大人，您先消消气，喝杯酒。这个酒啊，可是我们醉月楼里面最好的美酒啊。那也行，那就给我们倒上一杯交杯酒。好嘞。来，哎呀，娘子，我们俩把这个交杯酒喝了。敦琪姐，你不能喝酒的，你忘了？上次你喝完酒，你不就全身起疹子、疼，然后痒吗？那一会儿还怎么洞房呀？大人，我们家冬青姐不能喝酒的。艾迪，别为我担心，
这点酒算不了什么。好，娘子，我先干为敬。哎呦，干什么你？这还怎么喝呀？太脏了，换一杯。哎，您那杯我也给您满上。哎，我去满上。家教不严。哎，先给大人，大人比咱们大啊！大人，大人，干！那我们俩就祝福大人和冬晴姑娘长命百岁，白头到老，日出东方，早生贵子。哎呀，行了，来，干！冬晴。哎呦，又怎么了？不是他传染我了，这杯也不能喝了，不吉利。你就干了哈，大人嘴急，再给他倒一杯。哦。这回该不会有什么事儿吧？估计没什么事儿了，喝吧。来，大人，喝吧。俗话知道，好事成3嘛，接着祝。长命百岁，白头到老。行了，我们喝了这杯酒再说吧。大人先干，大人，来，先干为敬。哦，冬晴，他为什么不能喝这杯酒啊？你告诉我。还看不出来啊？怎么了？这酒里有药。这酒里有药？对呀。按理说你喝2杯就应该倒了。你怎么？来，再喝一下。1、2，你竟敢！你真下药了？当然。相公，你下的什么药啊？这药你也很熟悉，你也喝。哦，就是他以前腌鸡腌鸭用的蒙汗药。而且我下的是双份，他又喝了3杯，估计一时半会儿都醒不来。相公，你太厉害了，简直是智勇双全呐！哎，冬晴姑娘，跟我们一起走吧。对啊。不，我不能跟你们走。为什么不走？难道你想便宜了这个狗贼？我知道你们是一心想救我出去，可是你们想想看，胖汝珍这个狗贼一旦醒过来，他会恼羞成怒，到时候只怕会连累醉月楼其他人，所以，我不能一走了之。冬晴姑娘，你就跟我们一起走吧。我估计这狗子一时半会儿醒不了，他就是醒了，咱们也走出去老远了。对啊，跟我们一起走吧。我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你们2个人，别再逼我了。逼你？我们好心好意来救你，怎么能说我们逼你呢？冬晴姑娘，真的快走吧。我是不会跟你们走的。那就只能我来了。哎，你能不能轻点？你以为我的脖子呢？我下次一定轻点。下次注意啊！来，背他。哎，啊，怎么了？相公。啊？我怎么动不了了？为什么？呀，糟了！一定是喝水放风上茅厕的时间过了，我的穴道又被封住了。天哪，你这是找点呢！人月，你快出来，别跟花姨玩躲猫猫了。花姨，莺燕燕，你们找到人月了没有啊？我们到处都找过了，就是不见人月。花姨，会不会是人月根本就没有回醉月楼？不知道他会跑到哪儿去呢？我们先去冬晴那儿吧。我点，相公，你行不行啊？我浑身上下都被你点了个遍，怎么还没解开呀？哎呀，我说你也心疼我吧，我这手指头都快戳回去了。这花姨教的招有时管用，有时不管用。这我点在这边，哎，哈，冬晴，哎，这是怎么回事啊？花姨，你就放心吧，一点事儿都没有。我相公给那个恶贼下了蒙汗药，把他给迷晕了。冬晴真的没事啊？真的没事，一根汗毛都没少。哎，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哎，对了，人月呢？你见到人月了没有？跟你在一起啊。走，人月。
苑他不知道跑哪儿去了。人院不见了，坏了，那赶紧去找啊！你派个人跟我一起去。哎，等等，嗯，我派谁跟你去呀？你又不是不知道，现在醉月楼里哪有人呢？对，要是那个恶贼醒了就麻烦了。还有，醉月楼现在肯定是没法待了。醉月楼没法待了，那我们去哪儿啊？哎呀，这一时半会儿的，我也没有头绪啊。嘿嘿，你们没头绪没关系呀，我有就行了呀。你们去我们家黑风堂躲躲吧。到你家？别开玩笑了，那么多人到你们家，你们家人能同意吗？哎，放心吧，我们家大事小事全由我说了算。我请你们去，没人敢说个不字儿。看来啊，这也是不得已的办法了。先把大家都安顿下来再说，然后再想办法去找人院。好。哎，那你现在就带我们去吧。没问题。不过华姨，你先把我的穴道解开，不然我怎么带路嘛？哎，你马上飞。半天没捅开。啊？舒服。那麻烦你一件事，逼着冬晴一起走，我们几个里面你力气最大。没问题，那就走吧。好。英雄哥哥，这是什么地方？英雄哥哥，我好害怕，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呀？不用怕，本座很快就让你和你的爷爷团圆。来人，把这个孩子吊起来！干什么？放开我！你们想干什么？放开我！英雄哥哥救我！英雄哥哥快救我呀！英雄哥哥救我！红影啊，这可是你送给本座最好的礼物。英雄哥哥，你救我！英雄哥哥，救救我呀！潘如真派了那么多人马找这个孩子，可结果还是让我儿红影拔得了头筹。养儿，这回你又给本座长脸了。义父过奖了。红影，你可知道本座让你找这个孩子真正的目的何在吗？孩儿知道，孩儿这就将这孩子身上官印的图文拓印下来。不，本座要你将他身上的皮活活的扒下来。生扒人皮？英雄哥哥，英雄哥哥，你别扒我的皮！你再不救我，我就死了！我才8岁，我真的不想死！英雄哥哥，你救救我吧，别扒我的皮！怎么，你是不敢，还是不忍呢？义父，这还记得本座教过你的吗？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义父教诲，孩儿不敢忘。既然如此，就立刻给本座行刑，放干他的血，然后再让他慢慢痛苦而死。不要啊，英雄哥哥，我最怕痛了，你别扒我的皮，我求求你了，你不要这样对我好不好？义父，怎么，你还想违背本座的意思吗？孩儿不敢，只是无需多说。本座果然没有看错，你太容易动情了，终究无法成为一把锋利的宝剑。请义父赐罪。算了，我不想因为今天的事，让你我之间心存芥蒂。你下不去手，自然会有人代劳。来人，在，将那个小畜生放干了血，生扒了皮。英雄哥哥，你别杀我！英雄哥哥，你再不救我，我就真的死了！英雄哥哥，我才8岁，我真的不想死啊！英雄哥哥，你救救我吧，英雄哥哥！难道这孩子苦苦哀求，你真的就无动于衷吗？我真的怕痛啊，英雄哥哥！孩儿请求义父，还是由孩儿来执行吧。好，本座就准你所请。是。叔叔，芳，
密室不是女孩子该来的地方，怎么可以随便乱闯？叔叔，东厂的厉公公从京师赶来，有急事禀报。哦，厉飞鸾。厉飞鸾，你怎么来了？啊？可知道私自出京是什么罪名吗？啊，对了，有何事急禀啊？启禀9000岁，宫中传出消息，皇上病重，恐怕……大胆！竟敢口出如此大逆不道之言！9000岁，卑职只是据实禀报，不敢有半句假话。皇上正值壮年，且没有顾及宿病，哪有病痛先逝之理？你可问过太医，皇上究竟是何病因呐？起来讲话吧。是。9000岁，太医诊断，皇上并非身患恶疾，之所以长卧病榻，是另有原因的。另有原因？此话怎讲？中毒。中毒？是何人如此狼子野心，竟敢向皇上下毒？查出是哪个奸人干的了吗？据太医调查，皇上所中之毒是长期服用补药所致。是吗？9000岁，您离京的时候，亲手交给卑职一贴补药药方。什么？不过，9000岁请放心，那名诊断出药方中有毒的太医，日前因为盗卖宫中珍贵药材，已经被我派人斩首示众了。那药方也不知去向。但是人言可畏啊！本座是担心宫中那些好事之徒借题发挥，诬陷本座下毒弑君呐。可是皇上中毒之时，9000岁已身在千里之外的江南，即便是那些好事之徒强加诬陷，恐怕也无法令人信服吧。飞鸾，有你这番话，我倒是宽心了许多呀。不过，倘若真如你所说，皇上大去之日将近，那江山社稷何以为托呀？本座要立刻设坛祭天，为皇上祈福，恳求满天神佛佑我大明王朝国祚绵延呐！9000岁，我大明王朝只要有您，江山社稷便有晴天所依，国祚朝威必将绵延不尽。李飞鸾，你可真是懂得讨本座欢心呐！本座不过只是个粗鄙老夫，哪有你说的那么大的能耐？9000岁，切莫过谦。卑职所言，句句发自肺腑。这次卑职来，为9000岁准备了一份厚礼。马尚飞，你说话不算话，你答应我爷爷要保护我，可是我现在都快被扒皮了，你为什么不来救我？姐姐，你叫我要像个男子汉，不许哭，可是我真的好害怕，好想哭。最不仗义的就是你英雄哥哥，我把你当作好朋友，可是你却不肯救我。还有花姨，你说你最疼我了，可是我都快被活生生扒皮了，你为什么不来找我，不来救我？我讨厌你们每一个人。世界上对我最好的、
最疼我的只有爷爷。爷爷，我好想你呀，你知道吗？人愿真的好想爷爷呀。你退下吧。9000岁，请过目。这袍子，这袍子上绣有9条金龙。大胆！李飞暖，你献这龙袍，是何居心呐？这分明是想陷本座于不义。9000岁，可千万别错怪了朝中文武的美意呀！哼，朝中文武的美意。实不相瞒，这龙袍是百官们巨资仿制的，龙官正在连夜打造。私制龙冠龙袍，乃欺君之罪。莫不成这些百官是狼子野心，想密谋造反，要本座效仿太祖皇帝不成？9000岁，百官此举并非造反，而是为了大明国威呀！哦，说来听听。当今皇上膝下无一子嗣，如今病重，新王朱由检是皇位的唯一继承人。可是朱由检年纪尚幼，治理国政毫无经验。如若他日皇上驾崩，那我大明的国事自然就得依靠只差1000岁便是万岁的您9000岁了。不知道卑职说的可有道理？哼，本座为我大明肝脑涂地，自是万死不辞。不过当今朝中尚有许多迂腐之辈，只怕他们不懂得本座报效朝廷之志，所以这龙冠龙袍之事，万万不可泄露，只言片语啊！9000岁放心，卑职是明白之人。只是正所谓群龙不可一日无首，9000岁，如今皇上龙体未恙，久久不能治理朝政，而9000岁你又身处江湖之远，卑职只是担心那些居心叵测、觊觎权力的宵小之辈，趁机揽政夺权，图谋不轨，唯恐天下不乱呐。那依你之见，本座应当如何呀？卑职愚见，危临之急，为我大明的江山，9000岁应该速速返京，统理全局。飞暖所言甚是，为了我大明的江山社稷，本座是应当鞠躬尽瘁，劳心劳力呀。飞暖，传下话去，速速准备，本座回京事宜。娘子大人，我知道你一向好客，这些水果你一时半会儿也吃不了，那我就拿去招待客人了。啊！哎，我跟你俩说，打扫干净点儿，来了这么多客人。咱们得让客人住得舒服点。当家的，咱们都快揭不开锅了。你说大小姐真可以，一口气弄了那么多人到咱们黑风堂白吃白喝，这
这往后的日子咱怎么过呀？当家的，我可不是说咱大小姐啊，你说这么多人在咱这儿又吃又喝，这得花多少钱呢？哎呀，我是真不明白这大小姐是怎么算的这个账。这笔账，我早替我那姑奶奶女儿算清楚了。我告诉你们啊，这么做完全是为了省钱。省钱？怎么个省法？我说你娘生你这颗脑袋是当尿壶使的吧？你想想嘛。哎，你看啊，现在醉月楼的姑娘全部都到我的黑风堂来了吧？啊，对，是吧？那以后我们喝花酒还需要掏钱吗？啊？还是当家的会算账啊？哎，您这样长期算下来，还真能省不少。哎，这大小姐真有一套啊，真会替她老爹着想啊。有其父必有其女啊！是。哎，有件事情，我得提前跟你们两个打个招呼啊。来的这些姑娘，你们俩谁的主意都可以打，只有一个人，那绝对不行。谁呀？那当然是我的花花了。哎呀，不要再夸我了，再夸我，我会忘记谦虚是什么样的。没想到这小药这么管用。这个姓潘的真是个祸害。哎，我就不明白了，你当时怎么不直接把他给杀了？啊！你干嘛留着他呀？你真笨呢你呀！哎呀，花姨，你以为杀人那么容易呢？对啊，又不是杀只鸡。就是啊，我跟相公好不容易才把冬青姐给救回来。对嘛？哎，那鸡鸭你不都杀过？你直接把它当鸭杀了不就得了吗？鸭，当鸭呀！花姨，冬青姐醒了。醒了。幸亏你下手不太重，有分寸的。人呢？杨冬晴人呢？杨冬晴！这帮混蛋，我要将你们碎尸万段！冬晴姐，英英，你别拦着我，人愿可能已经落到官府手里，我不能不去救他。可是你现在才刚醒啊，我要现在让你走的话，花姨一定会怪罪我。况且我也不放心啊。你要知道，人愿的安危关系着很多人的性命安全，我必须要去救他。好啊，既然你活腻了，愿意当鬼，那我陪着你，咱们一块儿去巡抚衙门看看，人愿是不是真的落在他们手里了。哎，花姨，哎，怎么了？花姨，花姨，怎么了？花姨，英英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了。你知道是谁掳走了人愿，杀了玉新川吗？我要是知道，早就把人愿抢回来不就得了吗？还需要在这干着急呀？你不也急着想救人愿吗？走，我们现在就走。师娘，咱们刚刚逃出虎口，你们又要往火坑里跳，万一你们两个再有个三长两短，谁帮我去救小少爷呀？对呀，花姨，你不都说了吗？我和我相公一个笨一个傻，就凭我们两个人，能救出小少爷吗？这，师娘，冬青，其实小少爷的事我比你们都着急，可是你们总得养好伤才去救他呀。醉月楼没了，万一你们两个再有个闪失，那该怎么办呀？我辛辛苦苦经营醉月楼这么多年，这说没就没了。我要是真死了，那还真是一了百了。花姨，你就别再多想了。这次大伙儿能全身而退，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你啊，就别觉得可惜了。你以为没了醉月楼我会觉得可惜吗？你错了，我是有点难过。没了醉月楼，那些被魏忠贤残害的忠义之士，就少了一个藏身之所。没了醉月楼是小，可是
人院屁股上的官印图文事关重大呀。要不这样吧，华姨，你受伤不轻，我想先去打探下虚实。如果确定人院真的在他们手里，我再回来从长计议，咱们一起想办法。不行，我怎么能放心让你一个人去？华姨，你放心吧，我不会莽撞的。等明天之后，我再乔装查探。你们说了这么久，说累了吧？我去弄点吃的。就知道吃。相公，走呀！不是，做饭去呀！我是跟这是。来，吃点橘子。我这个黑风堂啊，也没什么好招待的，别嫌弃啊，别嫌弃。来。哎，麻烦以后进姑娘们的房间先敲个门行吗？万一我们正在